Just Delay， 大家好。之前看了一小段新春特别节目。当当这12只刺虎虎兔龙蛇马羊高鸡高低，拢围在咱门头前。12生肖的由来是《替塞有玲珑》里面相当经典且爆笑的段子。平常我们在问卦的时候，也会请当事人提供他的生肖资讯。这一集我们来学12生肖的藏文。生肖藏语呢是罗大，罗大，罗是年的意思，大是代表的象征，所以罗大就是生肖。老鼠藏语呢是吉蛙，吉蛙。那平常口语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讲叽叽，叽叽。牛藏语是啷，啷，啷是公牛的意思。虎藏语呢是大，大。兔藏语是月，月。那平常口语还有经书里面呢，时常会看到另外一个字叫ribbon，ribbon。龙藏语是 juk，juk，juk 这个字我们之前学过了，它有很多意思。不丹的国名也叫 juk， 龙也叫 juk， 打雷的雷也可以叫 juk， 所以它一个字有很多意思。蛇藏语是 zhi，zhi， 马是大，大。绵羊藏语是 look，look。猴子藏语呢是 jel，jel 或者 jewu，jewu。但平常我们口语在讲的时候，我们会念 biu，biu。鸡藏语是夹，夹，夹可以当鸡，也可以当禽鸟类的总称。狗藏语是 ki，ki。猪藏语呢是 pak，pak。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吉蛙，吉蛙。叽叽，叽叽。啷，啷。大，大。月，月。ribbon，ribbon。juk，juk。直，直。大，大。look，look。gel，gel 或者 jewu，jewu。那平常口语呢，我们习惯讲 biu，biu。夹，夹。ki，ki。pak，pak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Just delay。